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有呢隻標誌智能啦，速遞奇兵亦都係相當快閘啊！但係跟住個第3位啦，當家猴王啊，中間藍衫第4位標誌未來，外邊仲有呢隻君達星啊，內欄灰馬係嗰隻黃蝦王啊，中間有拉丁城市啦，綠綠地色衫嘅，響外邊係嗰隻野田重擊啊！咁啊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肥仔叻叻啦，內欄尾3顯心星，尾煙妙法靈機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福人嚟㗎。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帶頭嘅馬係嗰隻標誌智能啊，跟住響第2位呢就速遞奇兵啦，再見到第3位外邊係嗰隻君達星嚟㗎，外邊第4啊有呢隻標誌未來啦，馬林中間黃黑格，哎呀有騎師墮馬，君達星墮馬，哎呀連同妙法靈機都墮馬，肥仔叻叻都墮馬，轉正彎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有呢隻呢就速遞奇兵，過咗埋邊呢就標誌智能啊，黃蝦王響第3位，外邊位置有拉丁城市啊，出邊追緊上嚟仲有隻當家猴王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速遞奇兵透出咗，咁啊響外邊追佢有顯心星啊，入邊上緊嚟嘅馬仲有黃蝦王，外邊拉丁城市亦都追緊，最後100米顯心星已經透出咗，好有機會贏出呢場浪琴標香港短途錦標第2名啊嘛，外邊拉丁城市啊，埋邊呢就速遞奇兵，第4名呢係嗰隻黃蝦王啊，咁啊結果嚟到呢場浪琴標香港短途錦標啊，咁啊終點前顯心星將速遞奇兵啊趕過咗，外邊追上嚟嗰隻拉丁城市呢，末段嘅衝勢亦都係相當強橫㗎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位置。灰馬呢係嗰隻黃蝦王啊！